开始做普罗旺斯的鲑鱼炖菜。那普罗旺斯呢，它是一个法国在一个南部啊，它是一个小村庄。那他们的农民呢，就是种这些蔬菜啊，然后回家会自己煮，煮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菜哦，它就变成普罗旺斯炖菜这样。对啊，反正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法式料理、意式料理，只要加上普罗旺斯，什么普罗旺斯鸡腿啊，听到普罗旺斯啊，大家就马上就有那个浪漫的那个感觉哦。我去普罗旺斯的时候呢，是在7月天，热到啊，全法国好像100年来的干旱呐。我觉得普罗旺斯给我的感觉就是两眼冒金星，因为太热了。然后你就觉得说，那个我们去看那个梵谷的那个他最后住的那个修道院的那个的时候呢，哇，我都觉得我好像都要晕眩了，因为太热了。所有的那个地上你都会发现有一条一条这样子。所以普罗旺斯是很美啊，因为大家一想到普罗旺斯就是想到它的这个薰衣草嘛。但是那个热到哦，你真的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想跟浪漫啊连接起来。所以普罗旺斯啊，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呢？我现在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觉得我是热昏了。所以我对很多人都说，他一生呢哪里都如果旅游啊，哪里都没去，就一定要去普罗旺斯。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从普罗旺斯落荒而逃。那它的材料都切丁。而且大家看到这个不是小黄瓜哦，他们叫做节瓜。如果看韩剧的这个观众朋友就会知道啊，这个韩国人很喜欢煎所谓的花饼，其实就是用这个节瓜，把它切成薄片，沾面粉，然后拿去煎，就是他们的花饼。这个节瓜呢本身的口感跟小黄瓜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真的不爱吃，因为它有一个味道啦，对，所以它的调味料都会比较重一点点。但是你如果吃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好吃的食材哦。那它的材料有那个黄绿节瓜，还有茄子，然后还有现在加这个番茄。其实我们在栽种这个节瓜的时候，它的收成比小黄瓜还要恐怖长得很多这个节瓜一长出来的时候，哇，这个意式料理呢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青椒跟黄椒、红椒那我们这是可以做成配菜。好，我们看到呢，我们的盛世在切蒜头的时候是比较特殊的方法所以这个刀子是要尖的，而且要很利，不切断。这样子的话，你切出来的这个蒜比较不会粘手，因为那个油脂不会让你的手脏脏的。可以切洋葱。好，那我们可以开始来煎鲑鱼。倒一点橄榄油。好，一般我们在煎鱼的时候呢，甚至是不是都是皮先炒下？对，皮炒下。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皮炒下，它会把它煎得比较金黄色之后，然后就可以翻过来，然后再煎，也比较不容易把皮弄成破掉这样子。先炒。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炒炖菜。今天这个鲑鱼蛮厚的所以煎的时间可能也要久一点，长一点。
好，现在甚至把我们的这个面包粉呢先裹上去哦，要一起进烤箱的。那再加一点胡椒盐做调味。这个做法蛮特别的哦。一般我们不是说都裹这个面包粉去炸嘛？为什么是把鱼煎了之后呢？然后呢只是在上面？对，我很好奇待会儿出来会什么样子，酥酥的。对，酥酥的，然后它会有呈现一个金黄色的一个效果。它这个炒这个炖菜，因为它看起来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对啊，像番茄啦这些红椒、黄椒哦，就算煮很久，它颜色都不太会变。所以在我们的西式料理里面呢，真的是没有它们是不行的哦。可以加一些番茄泥。加一点高汤，加一些九层塔，还有胡椒盐调味。那因为我们有加那个番茄泥，所以它煮到后面会变浓稠。那我们现在水滚了之后呢，我们会加配菜下去煮。所以今天的这个普罗旺斯的这个鱼排呢，我们吃了很多的这个蔬菜哦。对，加一点橄榄油进去。好，那我们就把刚才煮好的炖菜盛盘，当铺底咯。对。那是茄子吗？对，是茄子。哦，怎么这么可爱呀？哦，我还没想过可以把茄子就是切那个小圆圈圈哦，然后拿来当做这个烫的这个蔬菜摆在我们的这个盘子里边哦。因为饮食都要均衡，所以蔬菜会多一点。再做一个装饰。哇，看这个甚至在做菜啦，其实就是很享受的过程。对啊，他那个心哦，非常非常的安静哦，然后呢，只想到要把它呈现得非常的这个漂亮。难怪呢，他还没有跨行当厨师哦，就已经在这个
大大小小的比赛里面呢，获得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奖牌多到他阿公的这个脖子都挂不住了，对不对？